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我会让大家稍微解释，何玉强客家语嘅认票。做乜嘅会好认票呢？因为客语人字中国起嘅满分系300分，假使你还容易考280分，但系受到甚至单改时间，发现是通过中级题。没讲225分是级点咩？我们安样呢？也是因为通过标准题本有规定，而通过客语人字中国级书写测验音标也题题总得2分，其他题题就算全部写错嘞、讲错嘞，没去讲的题，是做得那个中级题，还没当打上哦。所以而顺利通过中国级考试，唔系思维讲是好哦。14分嘅客语认票非常重要。接下来我用几只例子，帮大家看一下客语拼音系乜嘅样。第一只例子，眼光，你看到眼光呢只词，第一只翻译就会念出眼光，但系问题出在唔知用乜嘅符号来对应眼光呢只音，就会有会讲，但系唔会拼音嘅情况。另外还有道例子，上窗下讲嘅脖子、脚拍、全是未强让。等下我就会让大家详细说明客语何如漂流来到上目、润目。除了会讲，但是写唔出拼音之外，考试嘅时间啦，其实系读唔到上音嘅哦。考生会看汉字写出拼音来，上次会读到看唔出汉字嘅情况。考试嘅时间，看到分派当两只字，呢边中文系乜嘅字都看唔出咧。汉卡唔是讲会讲出客语老写出拼音来，两只字客语系乜嘅意思呢？大家谈可能爱讲解，看呢度谈的什么？机动压冇去压的，机动压冇去压的，机动压冇去压的，机动压的压就是这样写，所以你看到考卷上有“啊”这个字，要会念哦。那我们要怎样解决看不懂汉字的情况呢？报名客委会办理的客语中级及中高级能力认证，就可以获得随身碟和客语中级及中高级词汇上下2册。这2本教材里会有许多的词汇和其对照拼音，让大家可以充分学习。一个汉字一个音节，这个音节的组成除了声母、韵母，还有一个不可少的就是声调。像中文字也会有1、2、3、4声以及轻声声调上的变化。那我们海陆客家语总共有7个声调，现在先教各位同学一个记得声调的小口诀：三手洗谷摸前列，三手洗谷摸前列。等一下再来帮大家解释。既然大家都已经会讲客语，也都熟悉声调，但是要怎么标示出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练习。今天的课程在后面会跟大家详细介绍。在书写音标的时候，除了声母、韵母要正确之外，声调符号也要正确。有时候我们虽然会说，也会分辨声调，但是仍然会写错。举例来说，大家现在看到黑板上的字要怎么读呢？筹散，筹散。如果你按照我刚刚读的声调记录下来，应该是像黑板这样。
不过课语认证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写的话，会被当成错误的答案哦。原因是音标书写时规定是要写本调。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般会有变调的情形，可是在音标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标注本调，不能标变调，这是要非常注意的。要怎么知道一个字的本调呢？单念那个字，或是一个词汇的最后一个字，就可以知道了。例如，筹、棒筹，前面介绍了客语标音里面大概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开始详细介绍客语的声、韵、调，因为国语和客家语的语音毕竟还是不太一样，有些字没办法用国语的注音符号标出音来，像信冠的信，因为最后面是合口音所以客语的拼音要用罗马字来写，不能用注音符号哦。下面会出现声母、韵母的注音符号，主要是提供一种对照，方便大家学习用，不是必要的。假如你会了，就不要去管它。现在先介绍海陆腔的声母，跟着老师一起念哦。b b p p m m f f v v d d t t n n l l g g k k ng ng h h 到了尾，让英文字母改自然发音动向桥，学起来应该动过去了。下条改三只上目是贴片距离下来，学过了三只，就得当中是加两组，z z c c s s。对，挑战该支持是后半，加一只 i 向下拼，是会变 n e a g c c 哦，z e g 七七 c c。挑战来支持是后半，加 h 是会像国语的卷舌音重样哦，知吃诗日。挑战你躺到买懂吗？客语的知吃诗日，绕国语的日还是有差别的。客语的是把舌头放平就可以了，不要把舌头卷起来哦。国语的则是要翘舌，也就是卷舌。另外还有一些字的开头是没有声母的，像阿公的阿，你爱莫爱爱，拼音的 on， 昂的 ang， 这种没有声母的，我们称它为零声母。下头你来做上目的连续，请记着音用 ng， 听着汪。用 v on 汪用 v liver 鬼逆摸安来上目哦来用 了来来论文论用呢 for or for 用 for you 你再好贴片了用 rh 打上记起来哦 so 是用 so s 记本来记用哥一记等用来等用的信
咱用办袂到迄位，该爱那个刮胡皮了喏。认为你自然拼的时间，拼音的时间，姓你是不是写 SIN， 结听为是加一张 I， 所以呢，你写 S 或是 SI 全部做对啊。批复的批用 P， 读书的读用 T。上目少白太累，3年来看润目好多啊，好慢短。不过慢慢日复来，喊起唔太强难啦。相对5台烟韵开始团体，提张啊嘴巴开开哦啊，就巴啪发扎，听一张 A 嘴边边哈 ，J N C C 第3张。1、2、2、3、4，第4张最认真的 O、P、P、M、T， 最尾张 U 啊，最嘟嘟的 U 啊，住、处、树、路。除了5张念韵以外，还有一张念韵挺难发咯，按到那发 Z 的时间，我们的舌尖要接近上齿背，嘴巴略扁。这个字非常难发音，很难单独自己发音啊，它也不能单独用，只有出现在滋呲呲的后面。当你念滋呲呲的时候，后面那个尾音就是这个音，滋呲呲。那么还有一张通常用作载尾词，如早的。等呢，声音呢？啊，你做下练习。第一张，大家能够晓痛嘛？哈，第一张夫啊，有个乌啊 ，Z Z A 好 ，K 可以好 ，O 好 O 字头先老师讲诶，有个呢张字字哈，第3张妈好，接下来看用2张念韵组合起来的送念韵润目，有12张哦。第1张 I， 你用半拼哦，你先发啊的音。后边的 E 是嘴唇比较扁一点，所以你是从啊嘴巴扁到嘴唇扁一下，扁一点是个啊一，你念快一点，就自然会出现 I 的音哦，试试看啊，啊一啊，就 I 就出来了啊，所以是很容易的，不用硬背，你就照着这个慢慢念，就会念出你想要得到的声音了哈。第2个啊呜。就是凹出来了。你只要把速度变快啊，先慢慢一个啊，先发呜跟先再发呜，然后2个合并起来啊呜就出来了。以此类推哈，o 一哈，第三 a 呜，这个音非常难发哦，啊，非常多，连客家人都没有办法发出这个音。其实你把它慢慢分开来发还是很容易的，先发 a， 后面发呜 a 呜就出来了哈。第3，下面一个是一跟啊，先发一，再把嘴巴张开的啊一呀再来一，下面是 a， 然后耶，是不是很容易呢？你只要慢慢的把2个声音念快一点，合并起来，就会得出它正确的声音来了。下面一跟 o， 一 o， 你看我念的这么快，是不是就 u 跑出来了呢？啊，再来 u 啊，国语是没有这样拼的了，可是客家话有 u 啊 u， 声音就来了哈。下面呜啊啊，就是哇咯啊。下面呜
a 喂啊，下面就会得出微的音来啊哈，下面啊，你只要念快一点就没有问题了。假怕了走都有联系不？先看开啊晒那个 i 是啊好搞的搞念熬搞，也不买也耶好，鬼好，嘶牙你爱特别讲一下哦，你是头先讲的，你会讲嘶牙也做得，你会讲 I 老 S 强连强变嘶牙也做得，哈，嘶牙也做得，叫下哇，哈 tail 这个最难哦 ，a 跟 u 结合起来 a 哈。再来是3个元音组合在一起的3元音韵母。客语的3元音韵母共有6个，可是我们海陆腔只用到4个。下面那2个，一个是南四县用的，譬如说 ei 呀，他们说假如你讲盖如，你讲假如就用这个音，我们海陆没有用到。下面这个 uv 是锐利的锐很锋锐的那个刀子很锐利的锐，那个 v 那四县用，因为我们海陆用大家上木念锐，所以这个海陆也没有用到。下面凹腰，因为凹头先讲过嘞头先双元音也是在告过嘞，所以你走的凹腰。假如你连凹也不会，好，没关系，你就先念念呀，后面那个乌是圆唇，嘴唇就嘟起来呀跟乌嘛，你看快一点还是变腰下面也一样你可以先念然后后面的乌把嘴唇嘟起来下面也一样当然你后面的双元音很熟悉的话，你3元音直接拼是很快的，要不然你把前面2个先拼，再来后面的嘴型做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下面的练习咯来看拐不歪下面下面撩音的撩过了元音韵母介绍完了，来看 n、n、n、g 3个鼻音韵尾。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刚才讲么的声母的时候，也是用这3个，这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一样的声母的 m、n、n、g 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底下有接个韵，我们知道声母是没有声音的，一定后面有加一个韵尾才能够把声音表现出来，我们才可以听得清楚，所以我们就会念么、呢、可是呢，在 m 当韵尾的时候就不能借助韵哦，不像么这样有韵，我们只能将嘴巴闭起来，这样嘴巴合起来，然后发出鼻音就可以了。你要发出鼻音了，这样的有 sim 只要你慢慢来念是 sim 有这样的音。我们讲快一点就 sim 嘴巴一定要合起来，你不合起来变成 sin， 那就变成 sin 就by sin 哦那是完全是2回事好，海陆腔以 m 收尾的韵母有5个。第一个我们来看先发再把嘴巴闭起来，就会变成的音。下面先发 a 再把嘴巴闭起来，就会变成 m。下面先发 e 的音，再把嘴巴闭起来，就变成音。下面有2种发音方式，跟前面讲的一样哦。第一个，你把
学会了你就一呀。假如你也不会你可以把连起来，呀，然后再把嘴巴合起来呀，念快一点就变成呀。下面一个也是一样，你会 m 了，你就烟。假如你不会 m， 你也可以耶，先念烟，再把嘴巴后面合起来，就会得出烟的音了。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好，比如说第一个，通马干咯，读金来金，可读金来金，歌音，那个音，听这是七金哦，你是正表来正哦，对你为那种正表来正，虽然你这是有加上重音，那你要讲正表来正的之 n， 下面强科。强，下面lim了lim bam的下面这是小童吗？你为你从牵回来了，牵皮来牵，带牵买牵，科牵。有没有音读肩？搞一个肩皮来那是没有差别，韵母都是一样的好，我在刚才念这几个音的时候，我的嘴唇都有闭起来哦。你一定要嘴型对，你的音才会写得对。你要是念金来金，你讲金，那你就会写错了所以你这种音全部会讲客观，写是会当冇问题啦大家加油哦！这样等下来看 N 韵尾。N 韵尾，老头先来讲呢穷韵尾，穷张死。如果呢韵尾还是一样，要借助里面有韵母才能听得清楚。可是 N 韵尾的时候不能借助韵母哦，你只要将舌头碰到上齿背，是双望该为上牙齿双望的牙齿合管，并带有鼻音即可，有鼻音头先呢嘴巴合起来的也系你来看他们的秀妹，佢就看住十只第一只佢哋從來係放法我是講當相似咯，因為大家如果地方發咧先發怎麼效果？牙齒背，舌頭頂到上齒背，頭好夾對我是邊呢聽一隻第三隻音的音第一隻的音變第一隻的音變咋個來好複雜的慢慢來第一隻我喺你從容講，因為เรา頭先兩隻聲音也做得。最尾張意思，老嘴型走出來是走對嘞，比如耶，然後老牙齒頂在上齒背，煙慢慢的分析到耶，煙，同樣是變煙出來嘞，晕，這個有一點點音變，暈，下面when 你也可以前面先兩個先念when 通常老師一個一個很詳細的解說了，因為方式完全一樣。撒下來練習一下，第一張見，ZEN 聽一張 turn 第三張 an 第四張老滾音冇同樣哦，呢隻是圈才嘅圈，科音韻第五隻管誰嘅管，歌安關管韻頓頓圈圈
最后来看 NG 韵尾，也一样哦。NG 放在声母的时候，借助韵就能听到的声音。可是当 NG 当韵尾的时候，它是不能借助韵的。我们只要把舌根翘起来，就是把舌根抬高一点啊，并带有鼻音就可以了。比如以鼻音收尾的有7个，跟前面一样哈。我们发音的时候，你可以先发前面的母音，再发后面的韵尾啊，就会念出下面跟的合起来会变成再下一个，你也可以先发念呀，再来念的声音变成下面用，下面用下面汪，方法全部老头先強龍是日講講咯你做下練習，第一大家當時比較是意思槓天的槓，個念聽一張探跟嘴巴要合口哦你當你也講探該是唔錯哦下面娘扮的娘角色的娘當音下次的時間不要講娘扮下唔錯事你知道是娘扮的娘娘你也上調為娘下面空你知道是的讀空，所以你一定要馬到上調，所以全部冇寫上調，唔係我唔調主音撒過來 ban念 ban 呢片讀 ban 你哋要用教的用是啥你講是我了強也可以呀先念，再念央腔，没错对ton。再过来看入声韵尾 b d g， 俩三张韵尾，老头先的鼻音韵尾 m n n g， 发音来破坏，重容不过 b d g 我们要很快速的把嘴巴闭起来，而且不带有鼻音。我们来看下面 ship， 你量上去，你就去背 ship， 我们 ship 嘴巴很快的闭起来。下面sing， 那嘴巴虽然是闭起来，可是不必很快速的闭起来，而且带有鼻音的。海陆腔收有5个入声韵尾 b， 提一张然后把嘴巴很快速的闭起来念在 a， 然后很快速的把嘴巴闭起来 a， 这个闭起来是嘴巴要闭上你可以先呀，再把嘴巴闭上变呀，也可以呀都可以，你习惯用哪一种你就用哪一种。耶也可以耶前面先念的话耶，再把嘴巴快速的闭起来耶好，我们来练习看看要记得这些音都嘴巴要很快速的闭起来擦而且不能把声音拉长它是入声韵尾你只要看到有 b d g 当韵尾的时候，这个声音都不能拉长听一张 get 当然感激的 get 也是这个字，我们在这边读 get 那微微用到呢，水 get 出来嘞水腾嘞看也是 get 出来嘞，那这个 get 下面 jeep母字本 jeep下面 z你也是 z 本 z 捞个东西z 皮了 z 下面 nya 下面 up 这个是零声母没有声母就 up 再来看入声韵母 d， 这个还是跟前面一样的 n。发音部位是一样的，可是呢，它没有鼻音，而且嘴巴要很快速的闭起来。海陆腔有10个低收尾的入声韵母很多个10个慢慢来第一个
啊跟 d 啊，好，你只要把舌头的舌尖抵住上面的齿背就可以了，哈啊，好，根本后面那个没有什么声音出来，你只要做对了嘴型，这个这个音很自然的就会出来，啊，好，下面 a e o o， 我再念一次哦，啊 a e o o， 你看我前面的母音我都有念出来，可是后面的那个入声韵尾，我是只有把嘴型做出来哦，声音就会对了哦。下面啊，我们来看，这我再讲一次，这个还是一样，你可以先把两个前面的拼起来，后面把嘴型做出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先后面两个拼起来啊，再跟前面的韵头来拼。好，下面 e a e。你也可以 e a b a 耶，然后很快的把舌头顶住上齿背耶，好 e o yo yo， 好，你前面先念的话会念 yo， 又再把牙齿顶住上齿背 yo， 好 yo what with， 好，下來是做可能提着或者是啲麼 god， 好，你看咩音動表示結束個 god。g o god o 好 shit sh it shit it g u i 怪怪好 t i 太爱好 g u a 龟龟 d a 得 a 吃 u 春 u n i a 念念，来看最后一个入声韵尾 g 韵尾发音时，只需要将舌根快速的翘起来，它不带有鼻音哦，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客家语以 g 收尾的入声韵母有下面7个啊，先发啊的音，然后把舌根翘起来，不要带有鼻音哦，啊。哦哦哦，下面一个你也可以像刚才说的，先发一啊的音呀，然后再把舌根翘起来呀，你也可以一啊呀都可以哈，一哦哟哟，一哦哟哟，乌啊哇哇，接着来做个练习。第一个听一下 Q， 可以哦 Q， 一哦 U， 可以哦 Q， 撒下了这也是零声母哦。下面锅，歌哦锅，歌哦锅，下面哟，鸡哟叫。鸡哟叫，下面呀呀，除了当过讲诶，上目、润目韵外，客家话地读含有 n、n、ng 3个辅音，这3个音可以单独发音哦，不用像声母下面要压个韵啊，称为承音节辅音啊。下面用在什么时候呢？第二个这个是四线腔比较有用，海陆腔没有用，它的你会用，模式不会用，这就是这个音。下面 ng 念好，响你中上是都是这个发音啊。那四线的你它是有2种音哦，一个可以用一个可以用它2个音都有人讲的哈。承音节辅音这个 m、n、ng 3个音3个字很特别，它可以当承音节辅音，它可以当声母，也可以当韵母，大家要分清楚来哦声母韵母讲起来撒好了讲上调上调其实不会讲的音你是不会写和你看有7张上调，其他看长6张动难得咯，你上调来调节是讲你上调讲结构上够带会采用
邵元任先生的五度制由低到高用1、2、3、4、5来表示。为了方便及容易学习，我们现在除非你一般的研究啦，或是有特殊的用途，我们才会用1、2、3、4、5来表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用简单的调号来表示1、2、3、4、5的高音的音高我们来看看这个调号是怎么样表示的呢？5、5就代表最高的音音高夫麦浪夫起来夫这个音很高那调号是怎么写呢？就跟国语的第一声一样，你国语第一声天空的天，你有写调号吗？也没有所以调号是省略的，不是代表它没有声音它是没有调号，没有高低它是有高低它是高频音。我们的海陆是高频音，只是我们把调号省略，配合国语的第一声大家要了解第二，33是代表中频，我们海陆有这个音，四线没有这个中频调我们是用加号来表示。11代表低频我们用勾来表示。勾就是国语的第三声小勾可是你要知道国语的第三声，譬如说我今天是说总共的总，我们一定会要求小朋友，你不管是念书还是干什么，这个第三声的字放在后面，你要把三声念得很完整总好，老师好，一定要这样念。可是我们的11虽然用勾勾，我们没有念，我们大概就念前面好这样摸狗好，没有这样大家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说我打个勾就跟国语的好你好是马改，你好是马改，没有这样讲的下面53是代表高降为什么说是高降？因为5是高的音嘛，然后降到3嘛，用高降，所以我们是写像国语的第四声这样。有的人常会说这就是第四声嘛，可是我不太建议大家用1、2、3、4来讲这个是第几声，因为像我们的海陆的第一声是音频调就是这个高降音，可是国语的第一声是很高的音是5的那么高，天它是第一声可是你看天我们念在海陆的时候念天一样是第一声音频调念天，所以你说第一声这是很容易混淆像四线的第一声它就往上升的加完它就念甜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它是代表这个符号是代表下降，还是这个代表上升，还是这个代表中频，我们只要知道就好了下面高处我们也是一样，跟第一声因为它高的嘛，我们通常高的我们就不注音了不注声调了，不是不注音就不注声调了，声调省略。接下来讲2代表低处，这个低处用的调号是跟高降用的调号是一样的我们在写声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你一定要写在音节的右上方就是右上角，不能写在别的地方写在别的地方是算你错的也不能写大写英文字母，因为我曾改到一个考卷，它英文字母用大写写，我们也不能给它分数你也不能写那连起来的草写所以这要特别小心的。好，挑声乐广招小秘诀，按照上手甩公摸请力，这个7个字就包含了客语的7个声调下来按你看，按你学就腔改调节的用办调音第一张复音的复调值是53，你的铺所以是往下降的那个符号。第二张复起来的复复的动过音55老国语第一声穷老是下调号。第三张福紧福的福，它是往上升的2、4的音，所以我们的调号也跟国语的第二声一样福撒哈雷克福富贵的富我们富那是很低的音调值是11，我们的调号就跟用国语的第三声这样来表示，大家比较看得懂，虽然它的没有全然等于国语的第三声再下一个是波夫夫，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国语已经没有这个声调了，我们的国语只有4个声调嘛，我们有7个声调是多了很多所以这个夫是中频，我们用加号调值是33。
再来呢是音入调，入声调的话就是要念得很急促，比如风就这样哈，风很风啊，风声音是很高的，我们用五来代表，就是只有一个字就好。因为它声音很低啊哈，所以它声音很急呀，所以你不能用2个符号，2个阿拉伯数字，这风我们用5就好了哈啥呢？只会这样风上动带有动机哦，所以那种不要风时候嘞啥呢？都看连续贴着上动带哦，所以你打张谁给我代表来上听一张台台，你看你上冇带哦，系带而念台系高而念台你台，所以呢台给重来上，重听来上谁下加号哦过了是万，念也上时是2加个没够时带，过3个万。带3个万，所以你也带，你是从国语第4声的符号。过了张斗，我看上的香港上斗，所以你也就符号来从国语第2声的符号，香港上的符号。过了一张把给你看这个声音很高哦。我们再讲一次，入声韵入声的声调只有2个，一个一个是高的所以后面不必有调再过来 Q 你看有音动音不能清楚，带音到中频来音，带偏到中频动音不能清楚你走这种 Q 这样3个音的棍，你是动清楚，你要 Q 这中频来加Q 下面3，你看念上的3就是像国语的像上升调下面 S 一动 S， 你看带动你看 S， 那就低的音，所以我们打一个勾勾下面踏你上时动简单了，没够谁带踏你这样从踏你是就下降的调最后一张念你看你看带摸什么你上张的比高起来，你是你叫个中频动音中频带频，你调讲咩调讲无动袂讲何时记的符号其实搞不清楚，上虚耳打高，上虚耳打加号，搞不清楚。你只要把3个同样的字，从刚才你讲了夫，你这样你就知道了。夫把头夫为夫，因为头夫为夫，因为国语是豆腐嘛，它就注第3声。其实头夫为夫是中频夫作夫为夫，长夫那个入声只有2个，你就不用说特别怎么样去练习，因为那差不多嘛这个中频调跟低频你一定要特别练习，高频大家也没有问题。中频这夫头先讲的上手塞风摸琴音，它就是这个7个声调，并讲上就是对应我们的复音来复，这样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一个带进去看语言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常会因为情境的需要而改变了原来的语音。在客语最常见的就是连音变调国语也有如果我们说总统以前小朋友每次注总统的时候，他就总第2声，统第3声，我们跟他打错，他还有意见呢，他说老师就总统原来这是连音变调，其实那个字你看总共的总，你要念总为什么这边跑到这里来就变总了呢？这就是我们的连音变调。客语也很多这种连音变调可是你一定要小心，考试的时候不管是国语的考试、客语的考试，通通一样，你一定要做出本调什么是本调呢？哪一个字才是本调呢？哪一个读音才是它的本调呢？你要看它这个字，因为我们一般考试它很少出一个单字，它通常出一个词汇，你就在词汇，它这个字放在这个词汇的后面的那个音才是它的本调
那放在前面就不一定哦啊！不要认为它很简单哦，因为我们海陆腔非常麻烦，海陆腔变调非常多，所以呢，注错本调的人他注成变调的，考试我们常常也看到，非常可惜，因为这样就没分哦。你的声母韵母写得再正确，你这声调不对是不行的。很多漂亮扁调有两种虽然两种，如果认为你会这样上调全部会变，所以冲下文文传的意思太多嘞啦。像前几章水你都可水呢则是，基本都后背先讲落水，那像要讲本条后背非常认真系啲本条哦。你看落水水表后背水就系啲本条，我先讲水域水用办变水呢所以你是按照扁条水果没通常水你总得做水果我常识啦，水果我这样讲可是你在考试或是在一般书写的时候，你注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水果你不能注水果虽然你念的是念水果，所以你讲上面水苦，可是你注音的时候要注水苦下面空着水分水哩是虽然你讲水分水哩，那都是因为变调的结果你干嘛当入水分可是它原来要的音是水分水力发甜水力，可是原来的本调是水力了，要记得考试要是出现了这个水字，或者你写任何东西出现了这个水字，要你标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标它的本调水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海陆腔的变调。其实上水狗那个水当然也是前面讲过的是变调，你狗是它的本调它放在后面嘛，可是你把狗字本身，你上的狗字，你标音的时候一定要标狗不能标狗那是变调来的这样 T 子那个子是它的本调，因为它放在后面嘛。你也讲子语那个子加是变调来的摸胆那个胆放在后面是它的本调，你讲胆了那个胆是变调来的，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上升调，我们的音赏调就是往上的上升调都会变成读的时候都会变成中频的加号，可是你注音的时候一定要注上升调下面还有一个变调就是入声的变调，客语的入声变调也一样，后面加任何一调，其他的7个调加到后面，它通通要变调这样衍生出来的变调就非常字数就非常多，所以一般在注音的时候，在标音的时候声调要特别的小心。像你讲信中那个中字本来是它的本调嘛，因为信中的中是放在后面不是吗该中是它的本调，可是它放在前面的时候全部变调，你看足够足笋足棍足哈足头足蕊足染我这个足后面加了7个调类全部变调，可是它的本调是足所以写考试是写足，我是你平常写嘛东西是写足那是不对的接下来看第章第二像连接的接，因为表现过的本调，节目节是一个变调来的出发的发是本调，发出的发是变调来的，起舞的舞是本调，无染的舞是变调来的。考试的时间你记起来注本来的调，总得注变调过了来本大家参考一下，汉语按照冲贴变调，比如讲半斗空，本来你叫空嘛空什么呀？可是你像讲过些不讲半斗空，我是半斗，你讲半斗空，你明白讲半斗空头先个叫空我要变调，声音叫，你再读是读叫可是你像讲讲声音叫我想讲这张是叫的变调来的喊讲适度讲，可是你母语人讲适度讲，你不讲适度讲调讲它外音是D你外按音变调讲到了头先改上目润目上调全部改少太多，你的做都有联系去看它。第一章
好彩，有没有看哦？有没有写好彩？没好彩呢？也是那种文白异读啦，啊，也假使做在做彩，也做在做彩，啊，对，你袂以前来做好彩哦，啊，听你讲，握手，诶，答案有冇写握手呢？哦，你只握上係叫本條哦，特別注意哦，因為點解係叫本條呢？冇把握，你看把握跟握表後尾個位字冇聲音，雖然握手係讀帶嘅握，可是你就握哦，叫下吞涼呢？啲吞涼係乜嘅意思嘛？白沙嘅後尾講到暗號，吞涼嘅嘅啲意思。好，你涼係破音字，你講命令，你對唔對講涼呢？要特別注意。啊，嗰樣滑頭，你水好先對哦。我看看有沒有注滑頭呢？我沒有注滑頭呢，又是剛才講的。好，要注本調。好，那本調那個滑字，你會難找本調嗎？不會的。好，你喜歡哦，彎彎。我沒有講這個字嗎？就路彎彎曲曲嘛，彎，那個彎字就是放在最後面，就是它本調。好，下一個敲尾音，好，敲尾音，主要讓你會認得，該叫敲，該叫死，敲尾音，好，該叫敲死。你一定要認得字，你才會有辦法做出音標來。所以漢字的書寫也是很重要的哦。好，過來訓練，好基本應該表情都。變調的詞出來，因為訓練，你看，還有做訓練，因為表訓練咧，用文啊，因為有係想狀冇咩哦，基本嘅天氣當 hit， 有係當 hit， 哈，所以這個 hit 才是它本調哦，所以你個讀訓練，好，訓練，好，下個 enjoy，該 好，莫寫音在哦，大音的音哦，這個要特別注意。好，下面天蛙啊，你也知道，該蛙你做法，它加法來頭呢位同蛙哦，天蛙是中平調哦。好，下面你來寫啲詞嗎？釀茶，萬一啦，你也考試寫菜唔啲該叫詞，釀茶釀半透。教你而家方法無，誰方法無？係算你唔曉透，唔吧？你喜歡你嚴格的嚴格的嚴，是不是跟這個字有點相像？這個字只多了一個有部。我們通常漢字80%以上都是形聲字。你要是這個字不會標音的話，你找一個很類似的字，你就照它標下去。好，搞不好就給你標對了。小梨園釀茶釀就是這個釀嘅的釀，雖然多了一個有部，音是一樣的，很多都是這樣的。比如說讀書的讀，跟書讀的讀就是一個片一個讀書的讀的那個。那說後面那個書讀的讀我不會念，可是他又念讀，又跟讀書的讀很相像，只是部首不一樣。假使你去才外標，你是找讀書的讀，那個標哪裡？這樣就對了。好，下面腳頭這個字本調是腳哦。我要找這個字放在字尾，真的很難找我沒有找到這個字放在字尾，我要找它的本調，所以海陸腔的音標困難就在現在這個時候，因為有些字你不是說放在後面，我知道放在後面啊，可是後面的沒有這樣的詞彙啊，所以這個有時候可能就要印記了，有的東西可能就要印記了，真的是沒辦法。好，我要寫漢詩哦，寫漢詩，你目前的年紀嘛，係冇考音標寫漢詩，你要考漢詩寫音標，我想考。不過日本也出現我本應講，搞咗復盤呢，國語文競賽，它一定是100個音標，100個漢字，所以還是給你做一點點練習啦。你至少你要會念嘛，你會念就會注音嘛，比如說頭戲，頭戲，我們反過來看好了，我們來看漢字頭戲，這頭戲的頭，用住頭呢？這個字我們看到，那對水洗頭，有時候我們講說這個水洗澡的時候水太燙，
妈妈说用温柔的浪水一头，哈，这是头，那个是本调。好，下面继续，啊，这个没有问题，哈，本音啊，你小写该记死了，哈。下面闭通。目前啊，你搞个谱哎，闭通还闭很容易张啊，腹部一张皮哦，你不要再写其他的异体字了哈，不一定会给你对的哈，不一定写那个异体字可以哈，尽量不补一下异体字，你写一张字啊，皮糖啊，闭通加皮这个皮糖哈，好，要么满问题啊，足够哈，这个。足够那就没有问题啊，可是足够足是本调哦，啊，所以我就足够，还是我这样做。下面七板，你七板会变调吗？没有啊，有办第没呢？哦，在板体板哪里七的，七的那个七就是本调哈。好，下面捏朗，好捏朗，来注捏朗哦。为什么很捏朗呢？某时捏款头音标像捏朗哦，反正俺调啥？俺冇讲过嘛，俺念不朗，俺立马动词。你只要入声字放前面，你念的时候，你一定要自然把它念成变调，你才会比较了解意思。你念念不朗，可是可能你会想不出什么。可是念念不朗，你念念不朗，你一定就知道什么东西啊。可是跟念，你注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本调哦。因为本调你要定念呢，你看母注给念，你看念母注给念，那个念就是本调。好，大家听到这里，对于客家语的音标写法有没有更熟悉呢？好，这边老师再补充一些同学们在练习时经常发生错误的地方哦。因为我教了这个音标啊，指导的音标也指导了很多了，这是一小部分的错误啊。我想得到的，我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第一章上木属方言然后，像第一章基隆。啊，关于讲基隆，或是你和你话讲基隆哦，啊，做基的音啊，健保卡，跟你讲健保卡，出健哦，总的讲健保卡哦，动动你话讲错哦，啊，啥呢？休息啊，用于讲休息啊，它是受国语影响哦。再来罢免，这个罢免的罢，我们国语是念罢，可是韩国会讲扒面哦，因为它也耸起上耸起运动啊，扒面和扒这个是最多人会容易错的地方啊。咋个啊？韵母受发音染响，重音拼按啊，用音按，它国语念安嘛，意思是按啊，唔错哈，因为按啊，不了此腔这个是非常多人没有念到介音。啊，你在客语认证的时候不是有散文朗读吗？哈，这些很会要念到。你我说此冲哦，你也说此穷有加一个介音，很多啊。啊，比如说弓箭的弓，你的弓啊，弓啊，这弓叫的弓嘛。韩国兵讲皇宫的宫，你讲方弓哦，都要加个 i， 这个要特别小心啊。再来怎么讲？也讲这个我是真实碰到的例子啊。你国语的歌舞安光嘛，啊，意思讲歌舞安光，然后你想不出来也讲哎，怎么会不对呢？老师这歌舞他拼也拼不出来，他就是觉得国语歌舞安光嘛，哈，你没有，你讲也讲没有这个乌的音哈，所以啊，韵母有时候会受到华语的影响，这个也要特别小心啊。伤心没讲，袂讲是一天写错，我从来人来讲也讲写唔出来，人意思非常会讲啊，哈过了啊，伤心还得会逃退一下哈。第三，受一般说话音的影响，你一般讲像危险。你唱广东问一下，没有问题。你朗读先讲问一下，我们基本上也不会算你说这个音读错了。还有你讲问一下，发 v 的音，问一下，像我家里就冲广东问一下么？可是你考试的时候，你一定要写成它原来的音，问一下，这个字要特别小心。问一下，你总在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是不会对的。虽然你一般我们一般讲都是这样讲。啥呢？你看 B 到 D 入声尾巴分不清楚啊，叫春裂，跟裂而下 ，D 呀下 B 呢？你看那裂，你的嘴巴没有闭上啊，
所以你一定要写 D， 不会写 B 嘛 ？B 的时候你也可以用 lip 啊，说下面 lip 妈的 lip， 好，那个 lip 妈的 lip， 你就要把有嘴巴有闭上嘛 ，lip 妈 lip 啊，所以你就要写 B。其实是很好分的，你完全看你最后那个尾巴，你的舌头或你的唇是怎么样的结束啊？第一个啊是顶在上齿背的后面舌头的那个 D 的音嘛，下面是啊双唇闭上就 B 的音嘛，啊下面这个是最容易出错，盘翻，你唱不讲盘翻，就你想不讲，我想翻，现在讲爱想翻，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 f 是唇齿音 ，b b 哈那个 b 啊，它是双唇音。一般来说，两个唇音靠得太近是非常难发的。一般好像比较不合逻辑，两个唇音放在后面，像我们的 b p 啊 m 就绝对不会有两个唇音放在很靠近。可是这个唇齿音 f 跟 v 就会啊，所以盘发很容易讲错。有时候我跟你讲啊，反信上讲，我还没想翻，我想翻哦，因为很容易念错了啊。好，刚才汉就是刚才来讲的中频跟低频，傻傻分不清。好，叫 tail 你不知道的话，走 tail， 那就中频嘛。夫，那个夫，那就中频嘛。好，小 key 也是小，不要管它有没有这个字哈，反正你的音是这样，小是低的，小是中的，香是高的，这小就是中频要加哈，巧啊，两个都是象哦，跟上面那个字象棋的象也是象啊，这个相像的象也是象，可是那种象巧，这是低频。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很迷信说国语声调减一调就是海陆调，加一调就是四线调啊。我现在举个例子给你看哦，暖酒啊，国语是暖酒，好暖加一声就是暖，好暖好，那四线是不是要念暖？那海陆说减一声，那就是暖。可是刚好相反呢，是海陆是念暖呢，那这个跟上面的说的加一声减一声相符吗？当然不相符。可是你看后面的酒哦，酒国语是第三声啊，减一声像第二声这样酒，这个符合哦。啊加一声酒暖酒四线也符合哦。明明两个都是第三声的字，可是念的声调不一样，所以你通通用什么加一调减一调，这个有点危险哈，有点危险。好，很多声是这样的。好，再来哈，我们来举个例子，美人的美，你看哦，美国语是第三声，可是四线痛咪像第二声这样咪，海陆痛妹像第四声这样。本来海陆是要减一，四线要加一的啊，可是在我这个美这个字里面就不适用了，一大堆不适用的，举不生举。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声调一步一步学好，不要说用什么加一减一，这样的话会制造很多错误出来啊。大家很辛苦，花了一段时间啊来学了的去让人心跳啊，学了结田又帮助啊，蒙一猜这事，第一你用半餐哦啊，你死掉，莫是第看到一只事，你第一张用半套，你没动难啊，所以大家食材用到时间。慢慢一步来哈，买个东西没讲，基本应该到你这课，你选你是动不嘞，爱偷白好没冇人惊噶，所以大家专门行业认真的书用半年用半票日到第几期的都练是会上过爱偷白创行那个学校的给行业课本公演起来，我主任嘛甲当主任8-9年的时间，爱是会落去主任落去。还给老师的指引地管就主任，还是说那来对人看就想上路，当进不动点呢所以大家都联系也系考今年考试到5年，辛苦大家加油哦！